咱要先来看到桃园机场有查到外国人来台湾观光，佮兼运毒品。这当场掠到泰国嫌犯一个人，也佮有海洛因17包。这市场的价值已经超过1亿。即马检方是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提出公诉。这也是桃园机场伫今年查到的第15个借观光来诈毒品入境的案例。海关人员提美港岛围破行李，超出几啊件用锡箔纸包装的物品，一查发现拢是毒品海洛因。顶日航警局甲关务署台北馆伫桃园机场破获卖毒集团利用外籍人士为泰国以托运行李、藏毒品的方式来台，当中查扣第一级毒品海洛因13外公斤，期待估计超过1亿。今年再度破获贩毒集团利用外籍人士以托运行李夹杂方式，自泰国走私低级毒品海洛因，毛重13.589公斤来台。本次走私之毒品市值初估破1亿元。想要抓毒品入境的是一名泰籍的查甫人，伊捌伫去年来台做义工，登去泰国了后，卖毒集团找伊，利用伊要来台工作，要求参加4日3暝的旅行团，以观光方式协助运输毒品，佮约定代志做成了后，予伊10万泰铢的赏金。经本局安大同仁发现托运行李影像可疑，便会同台北关予以注检。当场于 J 险托运的行李箱内查获与泰国布包夹产之海洛因17包。该观光名义运毒专案经过地检署侦办了后，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提起公诉。随着国际边境解禁，各国旅客货物恢复交流，毒品运输问题也渐渐严重。敢若今年桃园机场已经破获15件托运行李藏毒品案。多数来自泰国，也有来自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地。记者综合报道。